透过国民党的消息来看，民进党立委的初选，外界真关心的台北市树林大东区的选区，也就是建委大战，两人这一天搁捌做伙，搁互相加奈做好朋友。也搁何志伟意外地讲啊，讲王世坚捌甲民进党中常委黄新国通过电话，安尼尔。王世坚就真生气，表示要来删掉何志伟这个好朋友。这款行为，讲马祖嘛该处罚。啊，那何志伟是讲这是一个意外插曲。朋友讲说可以把他踢掉嘛？可以封锁。对，我认为这样就没有资格做朋友啦。去把手机摕出来，讲要退出好朋友。王世坚不满何志伟在镜头前公开伊的对话记录。昨天在众神明前。搞这个小动作，佛菩萨、观音菩萨、妈祖都会处罚他。王世坚气的，就是前一天两个人在咧俄罗斯活动拄到，何志伟就摕王世坚的手机啊，讲要互相交好朋友。不过搞咧，雄就甲两个人手机啊荧幕摕互全部媒体看，倒边这支是王世坚的，画面真足甲看，顶面有无偌久之前要和黄新国通话1分钟的记录。他说要跟我加好友，我不太会用手机嘛，刚学，那所以我就说，他就说要帮我弄，就这样我就交给他。我昨天第一时间还真的没有看到，我要退出好友了，这样叫好友吗？这就是一个意外的插曲。嗨，世间前辈晚安，请你多喝水。毛媒体看两个人互相交好朋友了后，何志伟传电子批爱加啉水，也毋过王世坚含点开嘛无想要点开来看。我觉得这太糟糕，太可恶。和王世坚无欢喜的，过前一天两个人在咧开战了后，头一摆徛斗阵，佮握手握要1分钟，也毋过一个分开，王世坚就感觉佮叫何志伟攻击。我王世坚，社会都知道。王世坚跟何志伟谁像个男人？真正的信赖台湾，就是国会要安定，台湾要平安嘛。赖主席是要放在心里尊敬的，他如果清楚这些事情的前因后果，我想。他不会站在他们那边的。这些小我啊，或者是私事我就不太去评论的。竞争党内初选，和何志伟和王世坚，无论是伫咧同性恋体，或者是现实的生活中，拢真歹做朋友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《华视新闻》杂志哦。